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在患難中的讚美一，使徒行傳4章23至28節。義人既被釋放，就到會友那裏去，把祭司長和長老所說的話都告訴他們。他們聽見了，就同心合意地高聲向神說：主啊，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，你曾藉着聖靈託你僕人我們祖宗大衛的口說：外邦為什麼爭鬧，萬民為什麼謀算虛妄的事？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，臣宰也聚集，要敵擋主，並主的受膏者。希律和本丟彼拉多，外邦人和以色列民，果然在這城裏聚集，要攻打你所膏的聖僕耶穌，成就你手和你義子所預定必有的事。請細心思想以上經文23節。義人係指彼得同約翰，佢哋返去信徒聚集嘅地方，述說佢兩個喺1至22節嘅經歷，其中提到祭司長同長老嘅說話係乜嘢呢？當時嘅信徒面臨乜嘢處境呢？24至28節係讚美，佢哋點樣稱呼神？神做咗乜嘢呢？佢哋點樣理解自己正面對嘅處境呢？讓我哋一齊默想經文對我哋嘅意義啊！呢一個段落開始，我哋睇到路加將焦點從使徒所行嘅事轉移到教會所行嘅事上。如果我哋從彼得嘅見證同神蹟認識到神嘅救贖計劃同福音，咁我哋從教會嘅行動中就睇到眾信徒所當行嘅係乜嘢呢？有人認為呢個係一種教會應有嘅模式同榜樣。如果係嘅話，咁會係點樣嘅模式同乜嘢榜樣呢？如果呢種模式係難以應用於今日我哋所面對嘅處境，咁係點解呢？咁我哋除咗一套模式以外，仲有乜嘢值得反思嘅地方呢？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。材料改編自國正網絡細味煮物語，原作者楊海恒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，聽日見啦！